安息日将近7日的头一日，天要光的时阵，摩达拉的玛利亚甲迄个玛利亚来看坟墓，有咧地大震动，因为有主的使者对天顶落来，甲石头滚开，坐伫顶面。伊的相貌如同闪电，衣服特别如洗，看守的人就因伊吓惊了，规身躯摇摇颤，甚至甲死人同款。天使对妇人人讲：毋通惊吓，我知影恁是要敲做迄个钉十字架耶稣，伊无伫这里，照伊所讲的已经过活了。恁来看安放主的地方。紧去讲互伊的门徒，讲伊对死来过活了，并且伫恁医生往加利利去，伫遐里恁要见伊看，我已经讲互恁了。妇人人就赶紧离开坟墓，佫惊吓，佫大大欢喜，走去要报互伊的门徒。忽然耶稣拄着因讲：愿恁平安，因就上前抱牢伊的脚拜伊。耶稣对因讲：毋通惊吓，恁去讲互我的兄弟，叫因往加利利去，伫遐里必见我。因去的时阵，看守的兵有过来入城去，将所经历的事拢报互祭司长。祭司长甲长老自执商议，就摕真侪银钱互兵丁讲：恁爱安尼讲，夜间阮困的时阵，伊的门徒来，甲伊偷去了。测试这个话被神父听到，有阮劝伊保恁无事。兵丁收了银钱，就照所吩咐因的去行。这个话就传讲伫犹太人中间，直到今日。在你的门徒往加利利去，到了耶稣定的山顶，因见了耶稣就拜伊，然而还佫有人妖伊。耶稣真正来对因讲：天顶地下所有的权柄拢赐予我了，所以恁爱去，互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，甲因施洗。凡我所吩咐恁的，拢教示因遵守。我就常甲恁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